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网红土耳其卖毒品，互法院判刑4年2个月，今仔日开始入去封关。早起到20点，土耳其就到台中地检署来报道。因为土耳其是上港籍，咱的移民法有规定，外国人故意犯罪，移民署会来撤销掉居留证。所以土耳其封关出来了后，伊的居留证若封撤销，真有可能会封赶出台湾。要不要讲一下话？要不要讲一下话？面对记者，网红 Toys 拢无讲话，伊贩卖毒品大麻混团，去互法院判刑4年2个月。今仔日是 Toys 法监的执行日，透早将近9点40分，伊来到台中地检署，准备执行报道手续。就伫准备一笔室内报道进前，伊停了个和民众甲亲人相识。就别的不说了，就是希望大家。未来如果真的内心有想要做错事情的话，想想现在可以失去的，可能这个是我这几个礼拜体悟最多的事情，大家都要保重。Toys 伫2011年捌点过台湾电竞职业战队，而且伫游戏第2季全球总决赛对团队拿下世界冠军，请甲掠袂牢。严格伫后来所行唔着路，涉嫌贩卖毒品。Toys 就要到地检署完成报道手续了后，会和检察官做一份笔录。所落个对坐修车前往台中监局正式法监入局。伊的老母嘛伫现场抱 Toys 的朋友，哭甲真伤心。那我未来可能也要离开这片土地了，未来也许会再见。那也说不定了。因为 Toys 是香港籍，根据移民法的规定，只要外国人超港犯罪，移民署就会撤销居留证。也就是讲 ，Toys 未来若是封关出来，真有可能封关出境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